重塑、技术革命加速的迭代、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个人生活的压力与期待交织在一起，特别是膨胀、转型、机遇与挑战并存。这些词汇呢，不仅是新闻的标题，也真实的映照在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选择、财富规划与生活的安顿之中。在这样一个充满变革的大时代里，我们应当如何自处，又该如何定义并追寻属于自己的那份踏实而丰盈的幸福人生呢？这不仅是一个心灵的课题，更是一个关乎现实智慧与内在韧性的实践命题。为此，我们精心策划了《大时代里的幸福人生》这一系统的精彩课程。我们相信，真正的幸福力不仅来源于对外部世界的驾驭，更根植于对内在的需求与逻辑思维的构建，对意义的洞察，以及在变化中保持前进的能力。接下来，请允许我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我是甜甜，来自湖北，目前在东莞，是艾米奇奇嘉兰老师团队。毕业之后呢，在湖北教书，开启我的财商源于我的一位学生家长，也是我的好朋友。我曾经用10个小时的时间在期末考试前给他家儿子补课，成绩由30多分提升到80多分。我朋友她嫁福建人，在襄阳定居，她老公家族86年的时候在襄阳做房地产生意，很多高端楼盘、商业街都是他们家族建的。在他们家族人的身上，我首次体会到10年寒窗不如3世经商。19年到东莞，在中山大学总裁班做助教老师，接触了上千位的企业家，有了资源。疫情之后，开始和朋友们一起创业，吃了8个月的盒饭，跑了东莞30多个镇，几千公里，每天都在思考客户如何谈成。几年累积下来，身体严重透支，机缘巧合下接触了爱健康，用上产品，2个多月的时间，产品在我身上起到效果，我开始介绍身边同样有健康需求的朋友们使用。帮到他们的同时，我的后台账户也有了爱健康公司奖励的美金。从此我就开始了免费吃产品，产品好一定有非常好的市场前景。通过线上找课学习，我了解到爱健康公司总裁的愿景和使命，至少帮助500万个家庭实现身体健康、灵魂兴盛、财富自由，以及验这个系统数十位的医学博士、教授、专家，100多位的国际讲师，300多位的国际教练。有智能的工具、科学的流程和国际化的专业团队，我相信这是一场双向奔赴。目前呢，我是爱健康的一名创业家。下面我怀着特别激动和感恩的心情，为大家介绍本年度课程的开讲导师，我们的盛华老师。盛华老师呢，不仅是国际物流公司的合伙人，更是一位拥有30年的营运跨境生意经验的爱健康2星大将军，也是爱健康的国际顾问，拥有着非常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以及人生智慧，和对时代脉搏、经济人文与个人命运有着深刻观察与共情的引路人。他将以企业家的视野、深厚的学养与温暖的人文关怀，带领我们穿越周期的迷雾，探讨如何在经济的潮起跌落中难以平衡的寻求突破当中，让我们找到自己的方向。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和鲜花，有请盛华老师为我们开启2026年这场关于时代、幸福人生与人生选择的智慧分享。掌声有请盛华老师。好的，谢谢我们漂亮的主持人甜甜给我的介绍，也谢谢系统给我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在2026年的年度的第一场培训、第一场的课程里面，让我做一个开讲的老师，真的很谢谢系统，也很谢谢爱健康公司，也谢谢甜甜的介绍。好，那请甜甜先回到后台先休息一下啊，谢谢你哈。那大家好，在全球爱健康的家人们，早上好，晚上好。2026年的第一场课程，2026年的1月5号，今天跟大家打个招呼，也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些新年幸福。还有在2025年已经过去了，我们2026年迎接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迎接一个新的人生。我不知道大家在2026年有什么的目标，有什么的梦想，还有什么要达成的一些事情，但是我相信每个人在这个新的开始
在1月份的时候已经过了5天，你们也真的在整个过程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计划，在你们的人生里面，我相信人生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有共同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的人生得到幸福，让我们的人生在整个过程里面不只是自己得到幸福，也让自己在这里能够得到让自己家人幸福的一个机会哈。我叫黄兴华，做票香港，我用小小的时间去介绍一下我自己哈。我是福建厦门人，3岁的时候跟着父母来到香港这个地方，现在坐标香港。我很感恩香港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在香港这个地方真的让我人生翻转了很多，也让我的人生在整个过程里面得到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过程，不一样的经验哈。那我19岁的时候打了1年工，没有再打工，所以刚刚甜甜说了，我是做了35年善意的一个善意人。你在整个人生里面，我最感触的就是什么？我选择了一个做善意的一条路，让我在这35年里面，我经历了很多很多很丰盛的事情，让我的人生也很幸福。5年前我真的很感恩我2个贵人神奇跟菲菲将爱健康分享了给我，让我在整个过程里面，让我的人生更加幸福，让我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体验到了原来人与人之间可以用一个互联网，可以用不同的一个分享，可以把更多的幸福分享给其他人。所以真的很感恩来到爱健康的时候，我真的可以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爱，真正人与人之间彼此交流的那一份热情。在这里我不只得到健康，也得到财富，也真的在这里我的灵魂也清醒了，也真的很感恩在这里可以学习到怎么去让自己的人生增加提升，也可以在系统里面可以做一个讲师，把这个经验分享出去。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在这个年代，在这个时代，我经历了从70年代、80年代到90年代整个香港的一个时光，在不同的年代其实都有不同的机会。然后现在去到2025年这个时代，我们怎么把我们的人生弄得更加幸福，去在未来的1年我们创作我们更幸福的人生呢？那今天今天我要分享的一个话题哈。那我先分享我的 PPT。好的，那今天我要分享的是大时代里面的一个幸福的人生。只是我刚刚已经讲了，在我人生来到香港的时候，经历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只是在每一个年代里面，每一个时代里面都有不同的机会，都有不同的过程，还有哪个过程里面也有不同的一个可以创作你不同幸福人生的一个机会。那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2026年开始了哈，我们怎么去在这个年代、这个时代，我们去创作我们幸福的人生。我会从4个点去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去跟大家去讲一讲我们怎么去拥抱我们未来的人生啊！我会从一个大时代的核心，还有组织行销的一个选择，还有需求跟逻辑的思维，还有拥抱幸福人生，我们要怎么去拥抱，才可以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让我们拥有我们想拥有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过程，未来的一个生活。大家不让只是在大时代的一个历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4个点，4个趋势啊。其实趋势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我们纵使我们的能力好强，
但是我们没有抓住哪个趋势，我们没有抓住哪个时机点的话，我们做每个事情你会感觉都是10倍功半的。但是如果我们抓住了，懂得哪个趋势点，我们知道了每一个风口，每一个趋势点我们都抓住了，我们只是用很小的力在这里都可以拿到一个很好的结果。所以今天我会用4个趋势点去跟大家分析现在的年代的特征是什么，让大家了解了这个环境之后，我们就知道在哪一个点我们用力就可以杠杆很多的力，让我们在未来可以拿到一个更厉害、更倍增的一个收获、一个结果。其实现在第一个趋势是什么？互联网。其实大家也知道，在这20多年里面，互联网的出现，到现在 AI 年代的来临，然后我们互联网从2G 年代到现在5G 年代，未来到6G、7G 年代，我们的网速还有我们的一个互联网的覆盖面，已经让我们知道未来互联网都是一个跟我们没有的分开的一个趋势。重点是什么？我们也是要靠互联网在这个年代里面才能够拿到一个赚钱，拿到一个创业的机会。其实在2025年，大家已经发现有很多传统的行业都是已经很卷。在我之前2025年的时候，我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传统的行业，很多的企业其实都在内卷的里面，他们都在里面卷不出来。有很多的，如果他们懂得从他们的行业里面跳出来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都要建立在什么？互联网的基础里面。因为你发现，如果你现在这个行业你不能够建立在基础在互联网的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不得了。那有些朋友跟我说，哎呀，餐饮业我可以不用互联网了。不好意思，现在在香港，你如果没有支付宝、没有微信、没有收款的一个工具，用互联网收款的一个工具，你也不能在这里拿到一个很好的结果。还是收现金的年代吗？不是了，现在已经过去了。现在互联网的年代已经到来的时候，每一个行业都要让互联网去做什么？做一个宣传，做一个引流，做一个什么？做一个轻资产的创业。所以当你看到我们现在的主流的趋势是互联网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结合互联网，突破什么？突破我们地域的限制，突破我们时间点的限制，还有突破什么？突破我们在人与人之间那个关系的连接的一个机会。你看到了以前我们传统行业都是不用互联网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拿到一个生存的一个机会。但是今天你看到了，如果我们不在全球化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不用互联网，我们不在这里打破我们传统的思维，我们在未来的日子，我们真的拿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持点，在这里可以得到一个能够突破人与人之间一个关系的一个机会的时候，我们的发展还有我们在未来的日子的生活，我们会有很多的卡点。所以互联网是未来我们一定要抓住的第一个趋势点，我们要好好的用互联网。只要有网络的地方，你就有一个可以得到财富的地方。好，第二个趋势点是什么？我们生命疲权的一个趋势来了。以前我们是怎么的？以前我们都很看我们的出身
啊，我的原生家庭，我的背景是什么？我后边有没有很多有实力的人去帮我？我有没有很多背景可以让我在这里拿到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我今天我跟我2个儿子说，我跟我身边的朋友说，你的出身不重要，重点是你可不可以把你自己做好，可不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自己做好你自己，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可以让自己在心灵上面可以让自己强大的人。那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不一样，不是因为你的出身你让你觉得我是不行的。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只要你真的强大你自己，你真的告诉你自己行的时候，只是在现在这个趋势点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被你抓住的。还有今天只是我们跟人员沟通是非常的重要。以前我觉得我讲的漂亮，我讲的碎，我就可以有一个优势点，但是不好意思，现在你懂得去说话，你懂得去跟人沟通，你愿意每天给人创作一个感动的话，你也会成为一个别人喜欢的人，别人留意的人。当他想起你的时候，他不是因为你的外表，是因为你的言行，还有因为你跟他沟通的时候，你哪一份给他的关注，你让他可以跟你拉近这个距离。还有学习比学历更重要。我看到了现在很多的人，他的学习力已经超越了他的学历的一个范畴。好像我很欣赏有很多的爱健康的家人，有很多身边的人，他告诉我，我以前我没有去上过大学，但是我来到我们的系统里面，我来到这里每天学习的时候，我跟着那些高知高能的人，跟着那些专业人士学习的时候，我也感觉我自己提升了。只是在现在，只要你有学习力，你去到哪里你都可以成功。不像以前我没有学历，我就只能够做一些很辛苦的工作。今天只要你愿意学习，愿意在这个过程里面像海绵一样吸收身边每一个有能力的人，懂得跟，你都会在这里拿到成功。最后是什么？我们要去到云端，不要在地上面去跑。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可以用一部手机看到全球，不只是全球了，未来可能我们去到月球，去到火星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用一部手机去了解全世界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要去到天上面，去到云端里面，去什么？去拿到更多的资讯。以前我们是赚一个什么的钱？一个信息差的钱。所以你拿到第一手的消息，你就可以快别人一步，你可以发财，你可以拿到财富。那今天只是你用一部手机，你真的用心去找一些你有用的资讯，你跟别人沟通，一部手机去做一个早安晚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领域，你的世界已经不在地下面了，已经在天上面了。这就是不一样，这个趋势点，这个生命的平权已经来到你的身上，你会不会用，就是今天你拿不到结果的一个机会。好了，第3个趋势点是什么？就是一个系统霸权的一个趋势点。你想象一下，这是我最深同感受的。我是一个70年代出生的人，哪个年代是什么？工业的年代。哪个年代就是你开厂，你用机器你就可以发达，你就可以在你的人生里面拿到不一样的结果。以前可能你在传统行业里面你单打独斗，你都可以拿到一个结果，但是今天已经不一样。在之前的时候，我发过一段话给我很好的朋友，给我很爱的爱健康的家人，我跟他们说，现在是小雨
是大鱼的时代。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单打独斗，我作为一个大鱼也派了一船共同一个方向的一船小鱼，他们合作都可以打赢你。以现在的年代是一个互联网的年代，现在的年代是一个什么团队合作、系统创富的年代。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做一点点，很简单，但是就会做到很高效的、很技能的一个什么一个领域里面，然后什么，然后用系统运作去什么去建立系统，让我们每个人用很小的力都可以什么可以变强。所以当你懂得用系统，懂得大家去人员之间共同的去走一个方向，你会发现你的力量不是1加1等于2，是1加1等于100、1000。那这就是我们看到系统在未来，只要你懂得用系统，懂得接力的话，这个趋势就来了。第4个趋势点是什么？就是消费的年代已经来到5.0的一个阶段了。从以前我们感觉其实有时是一种感觉哪些产品很小的、很微小的，我们只要有一些产品在手上面，我们就可以赚钱。只是这是一个感觉，只是这个世界的资源是无限的，只要你懂得运用的话，你就可以在这里赚到你的钱。但是为什么哪个年代我们会觉得，哎呀，为什么有些产品是拿在一小群人的手上，就是因为技术差的问题。但是慢慢哪些产品越来越多，哪些产品生产的成本越来越小的时候，你会发现慢慢从买家到商家，还有我们的特斯，然后最重的卷力点在哪里呢？就是在互联网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我们的技术差已经慢慢下降了。现在我觉得哪个事情技术差已经去到一个0，去到一个可以说是没有的一个年代。只要你想知道什么，你在爱健康，你用 AI， 你用一些工具，你都可以知道。不是再用全人的一个方式去把资讯去拿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哪个消费的主权已经把握在谁的手上呢？把握在消费者的手上，已经不在哪商家的手上。哪些商家可能已经要去找流量，打造 IP， 还有去做一个引流才可以拿到。以今天我们什么？我们是用一个消费者的一个主权的一个观念来到这个时代，我们可以说我们消费者已经做主了。已到5.0的时代，已经更加不一样，颠覆了整个消费的概念是什么？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不只是一个消费者那么简单，我们也可以做到一个投资，做到一个创业，以通过一个分享，让自己成为一个消费者。你成为一个消费者，不只是赚钱那么简单。以重点是我们可以跟哪家公司合作，成为这家公司的什么一个合作方、一个股东，还有在这个过程里面，让我们投进了一个商业的市场。我们把我们的一个消费者的身份，成为一个创造时间，成为一个消费商，也可以用一个自己的流量，成为一个公家的流量，你把这个流量去共享之后，你会发现它会形成一个消费的联盟、创业的联盟，以这个过程里面打造一个什么？打造一个超级的经济的个体。以这就是在未来这个趋势点里面，很多的企业、很多的公司都会用这个方法，因为现在的年代是一个消费者主导的年代，我们只要做一个消费者，懂得去选，懂得去选择，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不一样的经营者，
成为一个企业家。这就是你看到了，只要我们把握住一个消费者的身份，懂得怎么去分享，懂得怎么去共鸣、共享，还有共同的把这个机会分享给其他人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在这里拿到一个趋势。那你们会问我，那我要怎么选择？我要怎么选择什么的行业？怎么选择什么的机会，才可以把我们自己消费者的身份成为一个消费商，成为一个企业家呢？那其实很简单，组织营销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很好的一个选择。只是在人生里面，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财富的四过象限，就是 ESBI， 这是什么？只是每个人都跳不出这四个身份，这四个领域啊。每个人从开始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如果你不是一个富二代的话，你出来的时候都是一个打工族啊。然后当你有了专业的一个领域的时候，一个身份的时候，可能你可以成为一个自雇的人士，医生、律师，还有其他专业的人士。但是你们都跳不出一个领域是什么？用自己的时间去赚钱。所以你永远都在左边 E 跟 S。 好了，当你有一天好像我在19岁我打了1年工，我发现我要突破，我不能再用时间去赚钱，因为当年我的老板他1年赚的钱等于我一辈子赚的钱，我就发现原来用时间我是不能突破我的人生。我要跳脱时间的时候，我要成为什么？一个企业家，跟我的老板一样，因为当年他1年可以赚1000万，我才赚36万。我发现我要更改那个时间，我要做的就是成为一个企业家，所以我从那个左边跳到右边。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一定有条件是什么？你要投资啊，传统行业的里面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一个大的投资，你要做一个很多的在这个过程里面花很多的时间去创造你的公司，需要管理你的公司的员工，要什么？要去管理你的现金流，这些都是很烦的一个，对传统行业的老板来说是很辛苦的。好了，当你真的很棒，你可以用系统帮你去创作这个企业的时候，你可能可以财富自由。但是你想象一下，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多少的人是可以用系统帮他再把哪家公司自动的去运作了？有很多的厂家、企业家赚到第一桶金，到现在还要再做。最后一个点是你做一个投资者，你在整个过程里面，可能你才可以真正得到一个财富自由。只是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怎么去从打工一族，从自雇人士跳到了一个企业家，你从企业家用系统去作业，然后让我们达到一个最后财富自由的过程呢？其实很简单。当你看到了组织行销的一个特点，当你看到了原来组织行销背后倍增的威力，还有那个复利的一个奇妙的一个效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组织行销是可以让我们未来平凡人在这里得到一个财富自由的机会，让我们成为一个企业家，成为一个投资者。为什么会这样？在以前的过程里面，我们传统的行业都是靠打广告，还有靠一个自己用代言人去宣传的方法。但是组织行销就是怎么用消费者，用正式的案例，还有用一个信任道，用公司的渠道，然后把这些分享给其他消费者，然后让消费者变成消费商，然后在这里拿到一个分享的一个途径。就好像我们现在今天我们爱健康就是一家什么戴姆式的亚马逊，戴姆式的一个
电商平台。只是你看见从这20多年电商平台的消费者是从用倍增的裂变的方法去出来的。你过程里面永远传统的快捷电商都是一个消费者，你永远都是一个消费者。那今天在爱健康，只要你成为爱健康的消费者的话，你就可以有一个权利成为一个消费商，你得到一个复利增长的一个机会。就好像爱因斯坦讲的，是世界的8大奇迹之一，复利的威力可以超越原子弹。以复利需要时间，以它都可以更改我们的时间，让我们每个人24小时，当你分享到一个跟你一样的消费者，你就更改了他的一个24小时。当你持续的分享，当你有1000个消费者，1万个消费者，你就更改了什么？更改了1000个24小时，1万个24小时。那只要每个人花1小时，你等于什么？你要1000个小时，1万个小时。你除了更改你的时间，也可以更改你的任务，因为每个人背后的任务都有限的。但是当你去分享了一个人，可能就可以带来1万个人、2万个人来到你的面前。就好像我们系统里面，我们的爱健康都说我是这个世界最幸福的男人。为什么？我就只是分享了一对母女，一对母子。我现在的市场已经去到全球30多个国家，以我的消费者已经超越了差不多3万多人。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你看到了组织营销这个倍增的威力是非常的强大的。好的，当你看到了我们爱健康这个都是一个能够让你在这里拿到一个普通人都拿到一个机会的结果的时候，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拿一个趋势点跟拿一个逻辑的思维。只是在人生里面，我们都是很简单，我们都是要基础先稳住我们的生活，我们生存下来先，然后我们再稳住我们的生活，最后达成我们的梦想。其实我们都在整个世界里面拿到我们的追求点，其实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追求点，在不同的时间，只要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如何做，我们从哪个环境哪个能力去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满足了我们的生理的追求，我们安全的追求，还有我们社会的追求。只是这个就是我们在人生里面我们需要去想的一个点。今天你除了想生存之外，在你生存基础你满足了，你也需要生活，你也需要让你自己让你的家人在这个过程里面拿到一个什么，拿到一个更好的生活的机会，更好的生活的环境，让你们在整个过程里面你会问到你自己，我是谁？我是不是每天都只是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像一个机器人一样？但是不好意思，今天你愿意做一个机器人，你每天固定的9点钟上班，5点钟下班，不好意思，未来也可能没有机会，因为机器人也会取代你的工作，成为一个真正的机器人，你要的需求也可能被机器人取代了。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首先要问自己，你要实现什么？你今天爱健康就可以让你拿到一个机会，让你拿到什么的机会？去拥抱你幸福人生的机会。只是在这个人生里面，每个人都需要拥抱自己的幸福的人生。有些朋友问我，有些爱健康的家人问我，成功重要还是幸福重要？我告诉他，幸福比成功更重要，因为每个人都在追求的是幸福，不是追求成功。你成功不代表幸福，但是你幸福了，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了。那我们怎么去在整个过程里面拿到我们的幸福呢？拿到哪个人生的不一样的一个过程呢？就是其实在这里，你就人生就有8个点，让你只要拿到一个平衡，拿到一个突破，
你的人生其实基本上都会很幸福，健康、财务、事业、家庭、朋友、成长、悠闲，还有其他的。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这就是一个人最基本的8个我们要追求的一个点。你有健康，你没有财富也没有用。你有财富，你有健康，但是你的事业你觉得不是你想要的。所以在整个家庭，我们每个人都是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身边的朋友，我们去打拼。所以真的，只要你能够达到这8个点的平衡，你突破你现在人生的一个舒适圈，去到了你不一样的地方，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就会幸福。那我们怎么去解决我们人生这些问题呢？其实最后我真的找不到其他的解决方案，只要爱健康是我们终极的可以找到幸福的一个机会。你在这个大时代里面，在这个别人觉得很卷，自己的行业不稳定，自己现在的钱很难赚的环境里面，爱健康就是我们最好的解决的一个方案。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家公司，有一家实力雄厚的一家公司帮我们，让我们在这里已经有一个基础，不让我们传统行业的老板一样，哎呀很痛苦的，要开一家公司已经不容易，还有拿基金，还有什么，还有弄很多的东西。今天不用了，已经有一家公司跟我们靠拢，跟我们合作，让我们在这里可以靠着一家公司，背着一个最大的靠山，在这里我们可以去做我们的事情。还有什么？有全球独一无二最顶尖的产品作为我们的后盾，让我们去做一个引流的机会。这绝对是一个不一样的产品，不只是一个消耗品，也是一个刚需品，也是趋势点的产品。你绝对可以在这个领域，你看到我们爱健康最初的都是用一个刚需的产品 MMM 做一个领头引，到现在我们一步到我们的集团，你会看到我们走一个跨境电商的模式，去到全世界。你重点是什么？我们的制度最人性化的，他用一个轻资产的创业的一个机会，基本上没有门槛，没有风险，就可以在这里拿到一个不一样的结果。所以我刚刚说了，就是个普通的人在这里也可以拿到一个结果。只要我们懂得去在这里运用公司、运用产品的话，我们在这里都可以做到一个管道的收益。你重点是什么？这个过程里面最过瘾的我用传统行业的老板去想的就是什么？他不只做一个增量，也可以永远做一个全量。那这就是不一样的。在以前的制度里面，我们就要不断的跑，不断的做一个增加，才可以在这里拿到一个结果。今天我不只做一个增加，我可以做一个叠加，也做一个叠加基于，只要我只是成功了，做了一次，我的业绩我做下来的都会保存永久，让我的收益是永久的，没有天花板的，不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收益。这就是让我看到了未来，我真的很开心。我的幸福不止一瞬间的。有些人说啊，我今天赚了100万、1000万，这个幸福就只是一瞬间的。但是我今天的幸福是永久的，为什么？因为它会给我两个制度里面给我打造到一个管道的收益。好，最后的2点是什么？一个系统。就是一个系统，就是让我们在这里可以持续的做一个学习，做一个引流，还有做一个什么？做一个陪伴，还有让我们带进来的人可以进到这里，可以得到更好的成长。我刚刚说了，学习力是很重要。如果没有一个系统，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做一个学习的话，我们有更大的学习力是没有用。但是当我们有了一个学习力，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拿到一个倍增的一个效果，还有在这里可以留下了
我们的人才在这里可以用系统的作业做到自动的一天复一天，一年复一年的不会断的一个流程。所以今天我很荣幸可以为系统讲2026年的第一场课堂，最后是一个时机点，现在就是一个时机点。公司已经过了5年了，最初的3年可能是别人说的最危险的时机，我们已经过了。现在5年是一个爆发期，是个稳定，不是稳定那么简单。今天才是一个开始，以我们的有今年开始的增长，我可以告诉你，只要你用心去干的话，你的日子、你的生活是未来你以前10年、20年的100倍、1000倍。最后，爱健康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咀嚼点，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终极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在这里成长。其实呢，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真的很感恩遇到了爱健康，遇到了系统让我们在这里可以不断的一个成长。你在这里成长之余，我们也可以在这里拿到健康，拿到一个最顶级的一个抗衰老的一个产品，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生能量的一个点，得到能量的一个点。你最开心的是我可以认识了全球很多的朋友。我在传统行业的里面基本上我是没有朋友，我可以说这5年里面我认识到的好朋友，只是我不是讲朋友了，已经是我的家人了。爱健康里面每个人都是我的家人，我认识的人给我这35年做上认识的还要多，还有称，还有什么，还有他们都是用心去对我的一群爱健康的家人。这也是在传统行业，在其他的领域，其他的公司是做不到的。还有最后是可以拿到一个人生的财富，这个财富不只是钱，还有我的认知，还有我人生的在未来的一个方向，还有在未来的成长，都是在我知识脑海里面的一个财富。所以我很感恩，我很感恩爱健康公司，我很感恩惠普巴总裁，我也很感恩系统，真的让我在这5年里面我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但愿意大家在未来的1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计划是什么，你告诉你自己，你一定会成功，因为我们都有爱健康，我们都有我们身边好的爱健康的人陪你一起去做，好不好？那今天我的分享都到这里，我将时间交给我们漂亮的李学。好的，谢谢我们盛华老师的精彩的分享，也非常荣幸能够与大家一同度过这个充满意义的时光。通过盛华老师的讲解，我们深入了解到了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在爱健康坚持不懈的努力与自我成长，成为自己生活当中的英雄，走出属于自己的幸福之路。盛华老师不仅是一位大型物流公司的合伙人，还是爱健康公司2星大将军和国际顾问。他通过自己多年的经验与实践，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平凡的个体如何在复杂多变的环境当中找寻自己的定位与方向，勇敢地迈出改变的步伐，最终实现幸福与成就。盛华老师讲述了互联网强权时代、消费者主权时代、生命平权时代、系统霸权时代，当新时代来临时，如何应对时代变革当中的种种挑战，如何在压力与机遇并存的环境下找到属于自己的新起点。了解组织行销发展历程，看到它的价值，让我们一起顺势借力，成为先知先觉的经营者。他提到的每一个观念都让我们深受启发，无论是对个人成长的思考，还是对事业发展的远见，都为我们指引了新的方向。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员，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自己生活当中的英雄。在这个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错过了3次工业革命，科技作为驱动人类社会快速发展的原动力，
相信当下也是非常好的时机。对于勇于尝试探索的朋友，他不需要你多讲什么，自己主动的通过互联网去寻找答案，找到并且加入我们。这是我前段时间刚见过两面的一位经营消防车方面生意的老板朋友，他看到我的朋友圈，主动找过来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爱健康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创造价值。盛华老师传授给我们的不仅是一套幸福的心法，更是一套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并存的时代里，如何主动规划、稳健前行，并最终实现安身立命的人生战略。它让我们明白，幸福需要向内生根，修身大于出身，学习力大于学历，颜值大于颜值，让自己的内心世界成为最坚固的避风港和最充沛的能量源。幸福也需要向外链接，用心经营生命中至关重要的8大平衡轮，与健康、财务、事业、家庭、朋友、成长、休闲的关系。在充满挑战的时代，温暖而稳固的支持系统是无可替代的财富。幸福更需要向前行动，将知识转化为行动，去设立目标，去积极实践，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浮流时刻。在变革的时代，行动是抵御焦虑、锚定幸福的最好方式。2026年的序幕已经拉开，这是一个国家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向“15+5”新局的关键之年，也理应成为我们每个人校准方向、开启幸福人生新篇章的起点。愿我们将今天的启迪和思考化为未来日子里实实在在的每一步，在时代的宏大乐章中谱写出属于自己的稳健而昂扬的爱健康幸福旋律。最后，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衷心感谢盛华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这场思想盛宴，也感谢各位的认真参与。接下来，我们将转场由3年传统食品生意、拥有15年组织行销行业经验、爱健康千人大将军、爱健康国际顾问的子洛大将军为大家带来的主题为爱健康创业项目的核心竞争力的精彩课程。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有所安，心有所向，幸福美满。谢谢。